大家好。今天不是感恩节那么火鸡哦，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同学分享我对于老师的感恩。弟弟不要哭啊！不是客气，也不是客套话，因为不需要讲客套话，但是是自己心里真正的感受。在学藏文的过程当中，我跟很多人一样，就是遇到很多困难。困难包括自己可能借口很多啦，然后可能觉得学不来啦，然后很多原因。那中间真的很谢谢老师，他没有放弃我。每次我就好像煮开水一样，煮到30度的时候就关火，然后等到0度了又从头再开始。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好多次都是这样子。我有时候在想，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人，我早就放弃他了。那因为老师没有放弃我，然后因此我有机会把拼音学得比较熟，所以我就发心在老师的拼音课程里面，当老师那个牵手牵眼那只手，然后帮助跟我一样有过程的同学，能够在学习藏文的初级的拼音方面减少一些困难，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老师。那有一次那个他们的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是礼拜6。然后我跟老师说，老师我有什么不懂，我可不可以请您出来教我一下？那其实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观念的人，他的假日是 family day，OK。然后我实在是真的很自私，但是老师他没有拒绝我他说好没关系。那结果他出来的时候，你们猜怎么了？带我儿子去，带了2个小的。来麦当劳弟弟的一餐，没有，然后我真的感动到不晓得该怎么讲，你知道吗？因为一个妈妈带2个小朋友来麦当劳教我，我觉得我何德何能啊？那当我会学到一些，就是看到对方有一些东西是他做得到我做不到的，我觉得会感动到我，我就觉得那是我要学习的一个目标，开始练习。那因此很谢谢老师，但是有德之人只要他有需要的时候，真的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这些小学生，天龙护法都会护持。我记得有一次师长生病了 ，OK， 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很深刻的经验我听到老师的电话以后，我都会觉得。好像真的好像是我的家人然后我就跟几个同学说，我们就发 mail 打电话请我们，反正用到我们所有可以认识的上师寺院等等的关系，这关系很重要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那很多寺庙就帮那个师长修法，那为什么师长可以有这么样的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因为他护持老师在整个佛行事业上。其实据我所知，师长本身并没有学习藏文，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护持老师？让他教我们藏文，所以业力不可思议那我就跟师长说，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的身体，因为你对我们很重要。那更不要讲家里的3个小孩。那因此很谢谢老师，还有师长，还有同学们，大家能够发心的学习。我很尊敬学藏文的同学，因为学藏文的人基本上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才来学藏文。那因此教藏文的老师，那正是我们更要尊敬，因为他们拿了一点点的，连车马费都不够讲到去个转坡那下面还嫌我们话多，对不对？所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了佛法而播种。那因此今天很感谢同学们，然后来参加，还有上师能够莅临。那我们有几个老同学
然后跟老师我们有排练。来，四大美女。还想为大家唱一首藏文歌。那这首歌在大家的那个本子上。不好意思，这首是最后一首哦。对，好，那但是因为那个有的上司可能要先离开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先表演哦，不然打扮得好美丽哦哈。好，那这首歌是2010年4月14号的时候，在青海玉树发生了一个规模7.1的大地震哈。那时候有一群藏族歌手呢，就同心协力为这个历经苦难的西藏人，好，基本上我觉得西藏人民真的是多灾多难哈。那他为了他们呢，点燃了无限的希望哈。那同学如果到我部落格上面看呢，其实它有中文的版本，好，有中文版本呢，好像这个不好意思，在第18页。好，然后呢也有这个藏文的，也有对唱的，也有合唱的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唱这一首哈。那我们一开始第1段到第7段我们唱中文，然后接着我们唱藏文啊。然后刚刚那个莉莉班长的要求是说我们大家合唱完之后呢，然后呢大家全体在一起唱一次，对，是这样子。OK， 好。那第一次就由我们跟老师一起合唱，那同学们调子知道了以后呢，我们第2次大家一起大合唱，像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很深浓的，希望同学们都深深记在我们脑海中。其实这首歌我2年前就有点想要教唱但是因为这个飞猫商助他本身是一个安多人，但是他唱的安多音其实我听不太懂然后再加上这个那时候的其他的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没有办法唱但是现在我有这个能力就希望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好，来4大美女，我们准备好了，来。兄弟姐妹，我父母，天塌下来顶得住。
首呢，其实网络上有哈。